云林北港朝天宫迎妈祖绕境，上尾一天上界精彩的活动，都是艺高游行。今年有63台的艺高车，这个车队是拖3公里长。想袂到活动的尾声发生着集体冲突，有2台艺高车随车的工作人员伫个路尾这个仪式原地相拍，是加载其他的人赶紧甲因扭开，这个冲突才无扩大。 艺高游行队伍来到北港镇文化路头前，艺高车边仔工作人员个人伫咧冤家，后一秒两人互相相爱相杀，想不到边仔成员嘛参人要去战。虽然其他成员赶紧来诱骗双方，不过扣牌的人敢若真唔甘愿，佮撩过去甲人搏。 这个时阵，边有愈侪人过来靠抗，爱因卖冤啊，嘛互其中一位冲突的成员上艺高车，才无互因愈冤愈惨。代志就发生伫咧昨暝，艺高游行特别结束时，艺高车随车工作人员要伫咧朝天宫头前下身举办落马仪式，想不到伫咧过程中，2台艺高车的随行人员发生冲突。编号22号与编号23号艺高车工作人员因为下马的问题引发口角。 北港妈祖原装上尾一天重头戏艺高游行，今年有63台艺高车参与，车队绵延要3公里，场面讲是这几年上闹热的。每一台艺高车顶西装打扮的大人囡仔，依照无共生活故事，亲像水扮金山寺、后继社车等等扮演的角色，沿路一直拼糖仔饼、布红仔等等礼物，甚至阁有毛戏活跳跳海扇，向民众 来遮扣好康，想袂到伫咧活动上尾一天了境结束前发生有人伫咧冤家，警察接到报案到场时，涉案人员拢已经走外，目前已经去监视器画面，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